好，咱今日要对12019月初4礼拜日，今日嘛是落长啊，看卖啊。好天透西南风，但是早起非常平静，因此呢，迄只两工船无法度出港。这是啥物理咯？非常平静，结果两工都无法度出港啊。下晡饭开始乌阴起来时阵呢，因对市镇令报顶南方的人员发射2发炮弹，但是无射伤任何人。安息日敬拜主，今仔日礼拜做煞了后，都新信就是新闻啊，咱倒来阮这边的迄个西南人伊说明如下，伊名叫焦福，伊逃亡是因为欠课食物甲订单的落单了因伫咧即个市镇的人，拢必须要做订单的落叶，即劳役的伊我知着，我这第4条、第5条拢无该扒，第4条、第8条。第8条兵役嘛会使第8条，这是第8条。车役、牛役因为真侪人拢想要逃走，就那个已经有3-4只篷船载满人员对家已经逃走了已经有一段时间因拢无收到薪水只敢若收到6斗的钱。现在一个月领出6遍，每一厝领1斗。昨早起先来逃亡迄个人逃走了后，因随着伫咧内面挖滚因的炮台迄边前顶来另外做一道马堡。伊家己嘛亲自参与即个马堡的建造。昨中昼，另外有一个人要逃亡，被掠转去，伊已经被送去国姓爷遐。距离今仔日1个月前士兵忽然间惊闻国姓爷来即个市镇，就是带一条啦，讲国姓爷竟然走到即个台湾市镇遮来无真正知影讲伊为虾米会来即个市镇，伊明明迷信，带领伊的士兵撤出即个市镇。对此，迷信回答讲，伫咧解除荷兰人的武装会当用钱来定调因以后，才要来撤出即个市镇因此就毋免撤离啦因所画内的第二逝即个号角，用草草砍起来。伫荷兰人要出击的时阵呢，要甲荷药等入去内底来引发爆炸。国姓爷初来处地时的军力有13个军团，有一个军团被派去南部，迄寡人现在大部分拢破病，所有的篷船拢对新仔被调转来。听讲是要来甲俘虏再离开厝地，有一个官吏被派去带领900人有一个官吏被派带领900人去莅临，或者是附近的带牛要去遐经政农地，迄寡人当中有一个人赶着牛来咧建造的时阵被福尔摩沙人袭击并且有200人随即被杀死，有2只被派运牛去遐的篷船，倒伫遐到位
知影即个代志了后，就倒死那转去吼，无搁再转来遮。对遐转来200人，被一个北角即个光溜溜啊吼，无衫通好穿吼。水田真侪农作物哦，浸水浸后去。啊，即个旱田，即个旱要怎讲？水田就来讲啊，即个旱田毋捌讲，袂晓讲。直接摕即个字来念是读做旱，或者是换旱甲换。大换、可换哦，即可换我著自细汉就听过哦。但是阮母啊，毋知是毋是读早逝去，拢读可换吼。换真远，可换天，过互伊。看无吼，看后壁汉字就知影可换天过互伊，嘛是佫看无吼，就是即个无落雨的天日子啦吼，啊过互伊，即真正看无。好，旱有嘛，土地大大叫做旱。无落雨叫做旱吼，可换就是旱吼，所以旱应该是读音嘛吼，旱路、旱田吼，我今日要这两字我要读这个旱田，我读音就是旱田、换田吼，我来用这个台语老师这做一个吼。旱灾吼，这文言书吼，台语读书底嘛是安尼飘吼。旱田吼，伊有旱田啦，我都要读旱田吼，一个旱田。旱路就是陆路，或者是二水路啦吼，旱路。旱陂就陂打字啦吼。旱陂啥物意思？日头强烈照射的神天旱吼，的时死呐叫做旱陂吼，就是无落雨，但是死呐吼，旱陂。旱场，旱田的潮水旱场。另外一个音是换吼，咱我来看例书例句吼。大换、大落大换、小落小换，意思是旧历8月初8迄天无大雨，表示过来会大迄个可换吼。那落小雨表示过来会小可换吼，所以大落大换、小落小换吼，8月初8啦吼，大家参考吼。换冬吼。换冬、寒冬吼，换冬，修行时的换冬，换天就是抗旱吼，换天做有益。哦，就是可能就是拄则迄个词吼，拄则是讲甘义典的例句讲，可换天。过互伊啊，台语动词是换天做互伊，就是抗旱天，敢若要落雨，搁落袂落来吼。哦，就是所以拄则就是甘义典讲，可换天过互伊吼。换天做互伊，我看你另版的音标安怎读。
部分这里是伫倒位啊？找无？加伊是啥啊？换天换天，换天最好意，换天最好最第三条，第三条最好意。希德里米阿明啊，弗里绍德，弗拉奈克多看下就是相关意思啦换天最好意，要落暗，看甲要落雨，但是讲落袂落来安尼乌阴都袂落雨可换天最好意归好意拢会使。所以原本应该是读讲走抓去啦讲可换。我看敢有可换这个词 ，KHO 可第二条，换 HOANN 第7条。果然是无可换这个词啊，都要60岁啊，才知影讲读毋对对，好来，咱继续看第7条讲水产真侪拢总进水后去歹去，花产是杂草丛生。因此，农作物饲料真无好，所以所有的种七门的农夫拢惊慌不佳慌是惊慌的慌无偌久以前出行的迄寡芳船是载糖出去的，迄寡糖是对农夫强处理来。阮的荷兰人被分散伫新仔士兵当中，前往袂落去。地方官马人穿伫普罗宾西啊，国史即摆即拢是一句拢是迄个话咧毋是话来导航的即个人讲的国史遐士兵有真侪人伫落落死去。吴河被斩首，因为伊对即个市镇私自收取一寡贵重的财宝，另外也因为伊捌反对前来处队。兵官河滨然后住伫普罗宾西亚一间草厝细间草厝呢。伫即个市镇呢，约有900个士兵甲200个小兵。因对迄寡厝拆落来条仔甲柴是用来加强工事，顾着因炮台的相邻防卫，也用来防卫所有的街路。迄寡街路拢已经围起来，只敢若留一条通道，甚至迄寡厝真侪门市也摕来顾着纳保。伫即个市镇呢，才有大细合计约25或者是30门炮。其中15门踩伫通往海边啊，及大江沿岸迄寡街路的海边。最近伫暗时啊，航越出队的迄只小篷船是载着40-50个士兵对赤坎来的。因甲船顶的指挥官台是强迫迄寡大工甲水手驶船逃走。伫即个市镇呢，国史遐的士兵，然后伫布棚或者是草丘，或者是用篷布所建起来边仔呢，因毋敢留伫厝里知为虾米？墙头前摆的迄寡厝有诶已经被塌起来马信你是留伫队长佩杜伫北湾的迄间厝里就是马信你是伫佩杜的厝啦北湾的迄间厝。
夜间是留伫边仔迄条玫瑰的布棚内。士兵甲家家的军官拢真希望会当离开遮，但是马信坚定劝告因继续留落来。暗时啊，马信的布棚四舍有25个士兵做护卫，2个人拢不准经过遐。这到底是为啊为啦，我拢读唔对去。卫生哦，卫兵。卫生卫兵哦，护卫吼，敢若卫无卫的是音啊。我看敢在大书电脑修。专卫吼，卫生吼，讲马信的布棚四舍有25个士兵做护卫吼护卫。2个人不准经过遐，右条有500个和迄寡官吏有亲戚关系的人拢住伫遐，500人啦吼。因是因为即个关系同齐来，因毋是士兵。遐本来有30匹马要互守卫来徛用，后来即寡马被送去李林，去为迄战士来报复吼。都是战术啊！我查者吼，进前敢有读到李林有啥物出啥物代志？有读到李林的代志出啥物代志？无我搞落吹死啊！今仔日拄则读名。Ctrl F，Ctrl V， 李林。对，拄则讲有一个官吏被派带领900人去李林嘛，吼，要去遐建筑，啊，结果被迄个福尔摩沙人攻击嘛，吼，200人被杀死嘛，今日大家。好，所以呢，讲后来即寡马被送去李林，有去为迄阵事件报复。伫遐才有6-7门大炮，派驻伫遐的士兵也规身躯拢穿铁甲吼。这应该是咧讲咧李林遐吼。迄个救援舰队到位了后，一直到因离开，伫即个市镇的人。日夜武装真惊阮的船会进入去海湾里，后来用即个市镇射击。有真侪摆，因有人被阮的步枪拍着，但是特别是当因伫夜间咧乌号狗的时阵，每一暗拢有5-6个人被拍着，也有真侪人被阮的大炮杀伤。本来踩伫幕园北边的迄2炮，因甲伊刷去踩伫幕园的回廊。下面的角角啊遐，也伫咧幕园后面遐，迄排马堡踩2门炮，并且伫南边踩1门炮。为着是讲要等阮们若要去抢夺迄个市场的时阵，市镇啊吼，就要用即寡炮来控制遐。迄个市场有30个武装士兵伫咧守卫吼，迄个地上的厝也拢对内面来拍通，伫遐只敢若有暗时啊，才有人咧守卫。好约藏伫迄个藏伫即个稽查官大个的厝的土库里。炮弹的即个蠹状处，储藏处，即个储是毒吧？较重一个吼。或者是图吼，拢会使共意思吼。炮弹的蠹状处吼，伊毋知伫
即个伫遮有真侪炮弹，每一门炮拢有规两个炮弹。毋过大部分的兵器火药拢涂装伫新港的教堂里，迄个教堂四所的窗仔拢用砖仔甲伊封起来。因的钱存无多吼，每一个弓箭手只敢若分着30支钱。厝外伫厝地就拢无钱咯。5月25号迄天，若是无风搁坚持较久一寡吼，因所有的钱就差不多拢成了。阮以后要搁再出击的时阵呢，应该要派野毛甲盾的人做先锋来出击，安尼会互因大一个条件，因为因知影阮会用步枪来射击因，迄寡敌人就有机会挥动因的大刀来迎战。但是伫即个情况一改变，因就袂当安尼来迎战咯，因为因穿地盔甲真紧就会忝。迄只2克号顶头的人来到新港甲木加流湾的时阵，被长队居民掠去，毋知影因是毋是被杀。听讲，阮的救援舰队去过人被长队居民后壁无写，写到遮尔，被长队居民都转去啊。佮拍一个箍仔句号伫啊吼，伫普罗宾西亚有驻有一支500人的军队吼，普罗宾西亚国士家己留伫普罗宾西亚城堡里，伫迄边的迄个普罗宾西亚市镇4所拢种竹仔，要互迄寡竹仔生长起来。竹仔应该是变掉了吼，竹仔要互迄寡竹仔生长起来吼。因对希腊再来真侪根的砖仔要来建造一个城堡，但还未开始建造。普罗宾西亚市镇里有一寡炮，无炮架吼，真杂乱来囥伫涂骹。有一门炮被阮拍着炮孔、炮口啦吼，炮喙啦吼，因此袂当使用。因甲一粒无爆炸的榴弹清空空啦吼，重新装入火药吼，甲伊点落倒，因此呢，爆破一门小炮吼。下门的人非常惊塔坦人的势力，塔坦人已经拍算真紧，就要搁再来攻击下门。国士的囡仔紧急所有的旁船行离开下门，因为国士地成功的后生吼，禁止所有的旁船行离开下门。但是现在国士却发出三道变的命令了吼。大家认为讲迄个旁船真紧就转来，旧年有塔坦人两个重要的将领来投向这个国士，这两个人现在正做迷信的小编，就是吴金人啊吼，满洲人。伊也讲国士离开厦门的时阵，是哪人反叛去投塔坦的代志。伫厦门即间有国士的囡仔的军队的一寡老弱士兵，拢过来招袂到更较侪士兵咯。对厝地也有真侪伫厝地各处号楼防卫的士兵，头前其实迄个拢是伫国土内底吼，就是对厝地也有真侪士兵坐旁船逃往迄边伫塔坦人控制的地区去吼。即个士兵呢，就是官方写讲，伫厝地各处的号楼咧防卫的吼，就是咧顾即个号楼啊吼。
毋知啦吼，有时阵要顾好啦吼。因为有谣传讲，真侪去卖了的士兵因为啉水来死去，也有真侪士兵被佛罗摩萨人杀死吼。因此，因哋拢想要尽量较紧来逃离开遮吼，啊，都毋是叫这啉水死去，应该是水土不服。台湾我来讲，藏历之地了哈。就不要烫来，我插进哈。瘴气，对气。瘴叫做瘴哦，瘟疫的病叫做瘴哦，热病叫做瘴，生痛叫做瘴哦，疫症哦，疫症疫症哦，瘟疫啦哈，疫症瘴。绿呢？绿叫做泪哈，用那个鼻息痛哈，免泪啊，免泪嘛才用那个泪哈。好，瘴类哈，台湾就是这个瘴类之多了哈。我昨日带你大书店修。瘴吼有收啊吼，但是拢是文言书啊吼。瘴药吼，瘴疟吼，瘴药含的病吼，瘴气瘴气嘛吼，瘴气吼。啊，所以有人啉水就死去，啊，有人伫被迄个佛罗摩萨人杀死，啊，所以即个士兵会惊吼，而且遮危险吼，就逃走吼。关于两个代志吼，和另外的迄寡人的讲法是一致吼。老爷是迄边的首领吼，伊听讲距离今仔日15天前吼，有渔夫看见5-6只荷兰船停伫金门后面的海上，2个月到1个半月前，李家伫迄边起到5两银，现在又搁转来到3两银咯吼。迄边的人咧传说讲，国师爷袂当保护因来对付塔坦人咯，甚至伊家己都毋敢转去遐，因为伊伫迄边已经无权力，而伊伫咧处地大部分兵力也已经折损吼，所以呢，折损吼拍击嘛吼，折损吼，所以伊拢无法度来对抗塔坦人吼。以后啦吼，此外，伊所讲的大部分拢和第一个人所讲的是一致吼，所以进前就是已经有一个新闻来导航啊，迄第二个吼。决定讲这2个人要用锁链甲因锁起来吼，有别人倒走来倒靠的时阵，再来查证因所讲的话，也决定要搁再派小艇出港。去传达命令，互迄个船长讲，伊爱继续停伫伊现在停船的所在。但是因为情况所逼，必须要刷去其他的所在，都要尽量
设法去停伫南边的停船处，因为阮将会伫第一时间设法派另一港船载水出港去补给因。但是若阮袂当及时载水去互因，而因又搁迫切需要水，安尼伊会当非常顺利饲咧航王小琉球去遐摕水和各种新鲜的食物，特别是要爱为阮载来椰子、猪啦、山羊等等的物件。就算是为这为这原因，因嘛必须要拍开一包衫来支付费用。也要再来即寡物件，要互当地居民摕来海边啊，以免被因来袭击。就是讲，在即寡什么椰子、猪的山羊物件来时，爱摕明明当地居民摕来海边啊交易啦吼，莫爱说理吼。那只干爱派妇女去上花就去，嘛只干爱派妇女人去岛上吼，因为小琉球岛的细说真侪，即个暗礁暗搭吼，对于即种船相当危险，所以必须要真细腻，并且要尽量较紧，再转来遮。现在看起来，因会当停伫目前的所在，比有需要刷去他厝的可能性较大。所以，迄只手来船伫接到阮进一步的命令以前，爱家己留当咧船边。因为去小琉球的时阵，即只船会当有路用。如果去小琉船或者是其他所在，你无法度留当咧该船的时阵，就爱甲该船拆开来做茶，或者是该拍顶去。9月初4吼，即工今日在读书，读半年前，我小姐。今仔日搁拜个啊吼，各位，我明仔拜个吼。歹势啊，我食物件，好啊，休息吼。我即满你有闲，我伫咧听迄个台湾大学的即个开放课程吼。你讲迄个即个啥？建立台湾民主运动吼。我有兴趣，你再来听。我即满甲即个连接，我平台搁去找好啦，我找看觅。第一课的，第一课的即个网链，我试看觅。我毋知这是毋是第一课吼，或者就是网链到伫遮，互各位参考。建后台湾民主运动，
府也有分享讲，到底是教育部吼，有修考化吼，所以考化嘛是用安尼讲就对啦。OK。好。9月初5拜一，早起阮听到对西北方的海上传来一声炮响，先是看袂到迄只快艇东北号，后来日头起来的时阵，就看见即只快艇伫阮听到炮响传来迄甲位啊吼，等于对遐南边天船厝航去。了后无偌久，阮就看见伊后面拖一只小篷船吼，应当就是伊所夺取的船。阮也无机会甲尔仔港船派出港外，因为平静无风因为平静风无风，所以船嘛是扫袂出去吼。而你是又阁是季风，这互阮真伤心艰苦吼。今日有10只篷船对龙椅门出港航往海上去，下晡召开佛罗摩萨议会，暗时开始落雨。所以这派荷兰船来也无效。9月6号拜二，又阁是有较长意思啦但是比拄则较短意思拄则9月4号较长。9月6号拜二，早起看见快艇东北号来停伫即个港岛附近，但是阮因为上述原因，也袂当派领港船出港。上午东北号的小艇挖过来即个港岛附近偏北的16只篷船直接进入港岛，就是伊越过是哈过，但是这船是哈过使经过经过这16只篷船，直接进入港岛，带来被因所夺取的迄只希腊船所活掠的2个希腊人，迄是一只大壳仔船，也带来这只快艇的主管的一张批，含几张仔对这个活掠的希腊人所抄出来的中文批。东北号主管的所写的批内容如下：当天早暗伫即个港岛头前的海上停船的时候，看见西南方有一只小篷船，因为因咧想可能还有较侪篷船做伙，因此就扭起因的艇，就去对岸所看到迄只船。对到天要光时，就来到炮击的城镇内，就发射一发炮弹，因此迄只船随甲篷放落来，过来因船边迄只船装备两门小炮，一支大刀，一个铁的4腰钉，船顶坐7个查甫，2个查某加2个囡仔，完全无看到船顶有装好迄寡人咧怨叹讲，已经4天无食物件。即寡希腊人除了2个人以外，拢对迄只篷船带入去东北号，并且派一个代工6个水手甲4个士兵，载着充分的武器甲其他需用品去做迄只篷船。最后，因要求，因为现在因停伫瓦口即个港岛的所在，也烦恼讲伫即个情况之下，希腊人有可能会来发动攻击，因此若是有需要对即个东北号要载去陆上的物件甲落来，都爱赶紧来载去倒来载去以便该船会当岸边去停伫无危险的所在。搁再因为啉的水已经全部用了，请求浮客温存因前往家狗或者是其他所在去补给饮用水，或者是对即个陆上会当供应
饮用水互因。这只手内小船要如何处理，也请下令指示。这张批是东部府的主管所写。这寡中文批经过翻译，就是迄寡话了是咱新古典的中文批经过翻译后看到讲，这寡拢是无重要的批，因此就直接就袂去讲。下晡厝地发生强烈地动，伴随着持续的大声响，就大会有响声。迄寡篷船下晡拢又搁去入港咯，大部分的船航往普罗维西亚去。其中有几只看起来是对外海前来，因为其中有3-4只真大的篷船，而且看起来是无装运货物，因为因伫迄个无深的所在会当航行。下晡召开佛罗摩萨议会，会中审讯了今仔日东部府和送来阮遮的迄2个死仔人，因所讲的内容如下：因讲是本个月15号是本个月第5号第5日，对伫厦门附近的东山出航。根据人甲因讲是要去南澳，无想到讲会来厝地来台湾遮。船长本来有公司但是有人警告讲，一定袂当泄露此事。为免遭有麻烦，就互公司迄寡公司落船离开。其他人讲，顶面所讲的是真实的代志，并且讲伫时仔无说明船要前来厝地，因为若讲了，就会找袂到船夫愿意来工作。他谈到已经厦门附近的海边落来，所有会当逃走的士兵迄时伫厦门市的即个会当到真少的几个士兵到来遮送来遮。拢坐3摆，或者是其他的船只逃往塔坦人迄边去咯。而也继续逃走，迄边咧谣传讲真侪国际的士兵伫厝地装脚死去。这个传说引起迄边的人真大议论甲大惊吓，惊讲毋敢进来，惊到毋敢进来厝地也传说讲，也有一部分的妇女，当日要坐篷船进来遮要来帮衬因的做兵的翁来更正汉字。也有人讲，国史的士兵伫厝地日常之间分得一小滴一个弹弓得弹弓的迄个米。看阮正汉字正汉字较紧通修成嘛你伫迄边的介绍是3日有6钱，对厝地去迄边的篷船转来无多，国史也伫迄边的海上兵力全部约大小篷船180只。塔坦人准备了80只篷船要落来攻击厦门。厦门有真侪人咧讲，有14只或者是15只真大大到哪山的荷兰船前来厝地咯厦门人讲的14只、15只救兵的这不得了啊！那真的是事实都应该无，今日历史有改变了国史爷上主要的某还阁伫金门，厦门的驻军还阁有2-3千人、2-3千士兵。这帮士兵一旦听到因必须前来厝地，就会随逃走，就像伫咧东山迄2营军队伫咧距离今日26或者是27天前，互命离开遐的时阵，就全部做伙带领妇女、囡仔甲其他的居民逃往塔坦人迄边去。因此，迄边留落来兵力非常的少，关于的米对南在厦门的非常的少，因为塔坦人就咧阻止即种运输，无听过对暹罗或者是迄个角位迄角位有篷船去厦门入港，
但是听过有3-4只庞船对厦门出航去日本，厦门内面的人因为真惊塔塘人来攻击，所以带着因的物件搬厝入去金门，因此厦门内底差不多是拢无其他的人哦。而这个情形自从戍边逃亡塔塘人那边就开始啊。会够个3多，晓得嘞。9点51分。就是那有人咧传说官吏元朝河丁张志，一般写拼音字啦官吏元朝后所以伊后壁挂号写讲就是元朝后丁张志。家母是李武丁林福。隋林峰是左先锋杨祖和艋舺是吴河，伫楚地被抬死咯。拄则讲的即寡主要即将领被抬死咯。即只船顶有一个士兵，伊讲塔塘人甲逃亡的东山人计划要来攻击厦门，为此厦门14月拢已经做好要迎战的准备，也迎战的准备，也准备好一大堆的庞船，大细合计约了200只的国四爷的庞船。停伫遐，但是欠缺人员来配备迄寡船只。有2只庞船对厦门去闪落，并且对遐搁转来咯。因捌和塔塘人的舰队司令考量的几只庞船交战过。暗时又搁开始落雨，7分钟，看卖后一篇。9月7号拜3，哇！这热长啊！这篇好长的内底阁有这些，阁有点兵好，安尼这我就今仔日要读啊啦9月7号，明仔载再毋是明仔载，后礼拜后礼拜再继续9月7号。团先遐你好看个啥？团先你好我毋知你讲的啥物啦欢迎啦好，安尼我要来关房了感谢，礼拜再来读出死线。
当局需要的这个法制上的支持事上来向他依赖，对还是5年之内2年国会的这个情况也是这样。那2年国会也就是说要从这种美国就有强力的介入，所以美元进来的时候呢，它就有很厉害，本来叫你投 A， 那可是呢，选情到期，别绑，在蒋经国先生前面，在这之前他的形象很神秘的，所以就有2个年轻的律师出来帮他打选举官司，选举官司慢慢在上来了，所以1979年把人都抓起来，就是什么事情？1979开始进入了统治机关，那立法院也开始增额选举。那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增额选举，就是说譬如说立法院有现在还有400名不用改选的老代表，但是我增加50名，产生50名，可大家要注意不是50名都是用选的，不是，我表示我要改革开放，但是我要控制这个结果，所以这50名里面真正用选的只有28个人，叫做区域选举，那把台湾就划成几个大区，北基宜是1区，桃竹苗是1区，像这样子，所以产生的名额真正选举出来的很少，那还有一些不是选的，就像现在香港立法会一样，统治者跟你讲我在选，但是那些人我就自己先塞进去了，都是听我意见的人，所以他当时呢，增额里面有一些其实就是都是党的，有一个叫做职业团体代表，那谁有能力来这个职业团体代表能够获得行使，当然是党的组织，他们提然后掌握，还有侨选指的就是在海外的侨胞，那个什么在东亚、东北亚一个，那在美洲一个，北美洲1个、2个，这样子。那这种叫侨选，侨选不是真的选，是由国民党提名的，国民党选侨胞来担任民代表，这当然很诡异，就是没有国家会这样做。明明是美国人，可是明明他当中华民国的立法委员。这当时就是那这2个部分其实大概就是都是当时执政当局可以控制的，然后区域的参加的是28个开放选举。那当然这个选举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它还是有这些选举操作之下，真正呢跟执政党竞争的人可以当选的席次是不多的，是不多，大家都是个位数的，这大概是，那每一年它可能会有一些变化，那大家知道一下。那1970年代中央民代表选举就在台湾的民主化的过程中就变得非常重要，所以我要一再跟同学一再提示，选举虽然是有限的选举，但台湾民主化过程最重要的凭借的这个机制就是选举。我借着选举来就是说服民众来扩大支持者，来跟当时的执政当局竞争，那本来地方选举是这样，就4年1次，中央民代表选举因为立法委员任期是只有3年，所以你看它就会变成1969年地方选举，1972中央选举，73在地方选举，75又中央选举，它就会变得非常密集，几乎年年都有选举，每一年或是隔1年就会有选举，就变成这样，那就让这个民主运动者或是反对运动有一个很大的经营空间，我们可以就是连续的经营，甚至慢慢出现组织化的现象，所以这个选举，那台湾这个中央增额选举在1978年中断，就是美国跟中共建交那一次，那蒋经国总统宣布呢，台湾终止选举。